如果你想要一個集非遺文化、少數民族風情嘅旅程，就唔可以錯過非遺貴州、貴陽、烏江寨、黃果樹5天循環高鐵團，行程文化活動豐富，造訪烏江寨、西江千戶苗寨2大苗族聚居地，從日到夜深度體驗苗族生活文化，品嘗地道黔北風味，安排入住豪華酒店。我哋出發啦！呢個非遺貴州之旅會喺香港西九龍站出發，坐高鐵直達貴陽，大概用4個鐘頭53分鐘，輕鬆舒適。旅程中我哋會坐國內嘅旅遊巴，喺唔同嘅景區更加會包乘景區環保車，喺烏江寨景區更加會包坐船遊烏江。喺貴州黔北嘅群山深處，有一座從水墨畫中走出嘅古寨——烏江寨。呢一度被恬靜山水環境同埋黔北民族風情包圍。區內包括有傳統工藝作坊區、民族文化表演區、茶馬古道區等12個街區。喺呢個景點，我哋會深度遊覽2日。烏江寨白日青山遠黛，綠水含煙，晚上星幕共眠，與夜霧同醒，就好似喺世外桃源一樣。夜幕降臨嘅烏江寨係一個光影交織嘅夢境世界。從掌燈儀式開始，一盞盞嘅燈火點亮成個村寨，廊橋嘅流光溢彩，光帶連接住兩岸。企喺廊橋上面，遠眺住烏江嘅華燈璀璨。我哋仲可以睇到非遺打鐵花，透過將金屬嘅高溫燃燒到液態，再將滾燙嘅金屬潑向高空，喺黑夜中綻放成璀璨奪目嘅火花，令人嘆為觀止。精彩嘅表演唔會停落嚟，跟住落嚟我哋上演音樂水舞秀加無人機表演，動感嘅水柱舞動同燈光音樂完美結合。夜幕之中，無人機同埋燈光秀交相輝映，構成視覺嘅饗宴。表演過後仲有狂歡嘅篝火晚會，晚上嘅烏江寨就好似一個永不打烊嘅遊樂場一樣。日遊搖橹，夜上千燈。我哋今日就船遊烏江。搖橹船係用橹去推進嘅船舶，係一種早期江河航行嘅船隻。坐喺搖橹船上面去觀賞烏江兩岸風光，感受俠義慢生活。船遊烏江更加可以一睹千年嘅非遺絕技獨竹漂。喺碧波蕩漾嘅水面上面，表演者會腳踏單竹，如履平地，就好似武俠小說一樣。跟住會嚟到烏紙坊。大家可以親手製作出獨一無二嘅非遺花草紙作品，仲可以帶返屋企留念。古法造紙術係喺未乾嘅紙上面鋪上中意嘅花草，經自然烘乾，製作出一張張獨一無二嘅花草紙，非常之特別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走入海里苗童風情園，觀賞絢麗嘅民族時尚村 T 民族服飾時裝 show。村 T 並唔係專業模特兒嘅主場，而係由當地村民甚至遊客共同參與嘅盛宴。喺呢一度，村民會換上鑲滿銀色嘅苗繡同埋同步盛裝，喺音樂入面自信咁樣走秀。除咗民族服飾嘅展示，你甚至有機會可以登上舞台，化身模特兒，親身演繹華美嘅苗族服飾。今日我哋要走進世界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嘅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戶苗寨。呢一度由10幾個村寨相連而成，居住住西氏族。村寨由白水河將區域一分為2，北門後嘅左邊係商業步行街，白水河嘅對岸就係觀景台。步行街上面賣住琳琅滿目嘅苗族商品，例如銀飾、苗族刺繡等等。喺苗寨可以欣賞到髮髻插住紅花嘅苗族女性表演歌舞，氛圍非常熱鬧。呢度我哋仲有機會睇到苗族迎賓禮儀攔門走，每一道走都包含住唔同嘅意義，譬如係善良、勤勞、勇敢等等，係苗族人民表達美好祝福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到嘅呢一個廣場，面積有半個足球場咁大，周圍係木質樓閣，古樸柔軟。係苗寨大型文藝活動同埋演出嘅地方。從呢一度嘅觀景台可以飽覽到千戶苗寨嘅壯觀全景，四面環山，層層疊疊嘅咖啡色屋，倚傍住碧綠群山，展現出優美嘅原始風光。苗家吊腳樓具有好高嘅實用性同埋觀賞性，佢哋高懸地面，起到通風乾燥、防止野獸入侵嘅功能，適合貴州山區潮濕多霧嘅天氣。風雨橋係苗寨嘅地標，一共有7座，
呢個木建構嘅建築由橋、塔同埋艇組成，主要係為咗連結白水河兩岸嘅吊腳樓，方便村民出行，遮風擋雨。風雨橋更加係遊客必到嘅打卡熱點。喺貴州龍溪大道隔離，我哋會觀看龍里地標龍吐水，原名係雲松飛瀑。呢一座耗資8萬，由12噸黃銅精鍛而成嘅金龍頭，高達16米，凌空懸掛咗喺68米嘅懸崖峭壁上面。山脈係龍身，口中吐出嘅清泉滔滔不絕，喺陽光折射之下，飛濺嘅水會霧化為絢爛嘅彩虹。嚟到貴州，黃果樹瀑布群係唔可以錯過嘅景點。瀑布群由18座大小不同嘅瀑布組成，包含紅奇險秀唔同嘅景緻，形成咗一個龐大嘅瀑布家族。其中黃果樹大瀑布就係最壯觀嘅一座啦，高度77.8米，闊度101米，因為兩岸有好多黃果樹而得名，號稱為亞洲第一大瀑布。呢個景點我哋會包乘上行扶手電梯同埋景區環保車，等你可以輕鬆到達最佳角度，遊覽雄偉大瀑布。喺86版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入面，黃果樹大瀑布係孫悟空嘅屋企，水簾洞就尤其出名啦。水簾洞口常年被瀑布所遮蓋，遊客可以從洞中嘅開口處近距離咁觀賞到瀑布奔流。位於黃果樹大瀑布上游嘅就係璽波塘瀑布，係瀑布群入面面積最闊嘅瀑布。璽波塘瀑布嘅獨特之處就係洪峰來臨之前會發出深沉嘅哮聲，又被稱為哮瀑。喺正面就可以感受到強勁嘅氣勢。今晚就帶大家夜遊貴陽地標一島甲秀樓嘅夜景。甲秀樓建於明萬歷期間，坐落於南明河嘅一塊巨石上面，係一座3層嘅木質閣樓。古樓名稱取科甲挺秀之意，即係傑出嘅學者嘅意思。樓內收藏有石刻、木刻、字畫。南明河波光蕩漾，色彩斑斕，岸邊嘅建築喺燈光嘅襯托之下流光溢彩，格外迷人。介紹完行程，同大家睇下餐食同埋酒店。旅程入面，我哋會從味蕾感受多元黔菜文化。美食包括黔北風味、烏江風味、酸湯魚、肉餅雞、布依風味、粵菜風味、黔菜風味，地道特色十足。行程節目豐富嘅同時，酒店住宿我哋都安排周到。喺海里、貴陽，我哋會入住國際品牌酒店，尊貴豪華。喺遵義，我哋會入住遵義烏江寨霧山酒店，係烏江寨景區入面規模比較大嘅酒店。客房寬敞舒適，拉開紗簾就可以眺望到烏江寨朦朧山色，配套齊全，舒適寧靜。喺海里，我哋會入住國際品牌海里希爾頓寬頻酒店。酒店設有溫馨舒適嘅客房153間，客房使用咗專利床墊同埋生態認證床上用品，等你可以享受高品質嘅住宿體驗。喺貴陽，我哋會入住國際品牌貴陽花溪福朋喜來登酒店，地理位置優越，鄰近市內嘅旅遊景區。酒店擁有高品質客房271間，房間寬敞明亮，舒適放鬆。睇完呢一個飛圍貴州貴陽烏江寨黃果樹5天純玩高鐵團，行程文化體驗十足，2日時間深度遊覽烏江寨景區，再探訪全球最大苗族居住地西江千戶苗寨，精彩文化表演活動令你樂而忘返。旅程中品嘗黔菜風味，喺海里貴陽入住國際品牌酒店。想親身感受，即刻上永安旅遊網站 App 分行或者打去熱線中心報名預訂啦！快啲下載永安旅遊 App 報名預訂行程啦！